喺之前幾集尋找胃痛嘅故事，我解釋咗肚裏邊唔同器官可以引起胃痛、上腹痛，包括胃、肝臟、膽囊、膽管、胰臟同埋脾臟。將呢啲器官同埋腸拎走咗之後呢，喺身體後邊深處仲有大血管、脊椎同埋腎臟。主動脈穿過橫膈膜到肚裏邊就叫做腹主動脈。佢首先有3個主要分支為腸胃供血，佢哋分別係腹腔動脈幹、上腸繫膜動脈同埋下腸繫膜動脈。腹腔動脈幹係腹主動脈第一個主要分支，佢好似一棵樹，再分為3條路：胃左動脈、肝動脈同埋脾動脈。今集陳仔又向叮當借法寶，帶大家去到腹主動脈各個分支以及呢啲動脈嘅疾病點樣引起胃痛。大家留意喺熒幕下邊可以撳字幕嘅，隔籬有個齒輪嘅按鈕，可以校 4K 嘅畫質，亦都可以選擇播放嘅速度。如果你嫌我講嘢慢，可以校 1.25 同1.5倍。最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。陳仔少少頻道。第一個案例，患者係74歲嘅男士，佢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高膽固醇、心血管病同埋心律不正。佢突然間有胃痛、上腹痛，然後暈倒去醫院求診，電腦掃描診斷係主動脈撕裂。Aortic dissection， 佢轉介咗心血管外科做緊急手術，喺7個小時手術之後不幸過世。第二個案例，41歲女士突然胃痛、上腹劇烈疼痛，之前佢有血壓高同埋子宮肌瘤切除手術，身體檢查發現上腹撳落去有少少痛，抽血除咗胰臟酵素、拉皮水平升高之外，其餘都係正常嘅。患者被診斷為胰臟炎，入院觀察4日之後，佢嘅拉皮水平回復正常。然而作嘔同埋劇烈上腹疼痛持續，所以就做咗腹部嘅磁力共振掃描，顯示腹腔動脈幹撕裂 （celiac artery dissection） 之後就做咗腹腔動脈血管造影同埋放置支架。12個月之後，電腦掃描顯示2個腹腔動脈支架都係暢通，患者冇再肚痛。第3個案例，有一個50歲患有高血壓嘅女士，因為反覆出現胃痛、上腹痛去急症室。呢位女士之前有闌尾切除手術、肝炎同埋高血壓。電腦掃描檢查顯示肝動脈血管炎 （Hepatic Artery Vasculitis）。經藥物治療之後，患者病情好轉。第4個病例，一位69歲女士喺瑜伽練習期間突然急性胃痛、上腹痛，入急症室入院。之前嘅病歷有高血壓同埋膽囊切除手術。身體檢查發現上腹撳落去有痛，血壓升高至上壓186，下壓114。電腦掃描 CT 顯示腹腔動脈幹同埋腸繫膜動脈暢通，不過左胃動脈撕裂 （Left Gastric Artery Dissection）。治療包括控制血壓、服用阿士匹靈，症狀逐漸改善。7日後，患者冇再胃痛。6個月後再檢查電腦掃描顯示左胃動脈回復通暢。第5個案例，一名32歲男士，肥胖 ，BMI 38.7，有食煙，因為胃痛、上腹痛去睇急症，檢查發現上腹都係撳落去痛，抽血報告同埋心電圖檢查之後，患者被診斷為急性胃炎，然後出院。12個小時之後嘅第2日，患者再次因為劇烈上腹痛去急症室，電腦掃描 CT 顯示有一個直徑5厘米嘅脾動脈瘤 （Splenic Artery Aneurysm）。不久之後，患者發生脾動脈瘤破裂，要立即做手術，切除咗脾動脈瘤、胰臟嘅尾部同埋脾臟。手術後過程順利，佢嘅恢復都好。手術後14日出院，之後喺6個月同埋11個月嘅復診，患者情況良好，功能完全恢復，回復正常嘅活動。第6個病例，41歲男士，間歇性嘅胃痛、上腹痛6個月，佢食煙食咗20年，身體檢查顯示血壓高至上壓130，下壓100，超重 ，BMI 28.9，撳落去上腹同埋左上腹都有啲痛。胃鏡檢查顯示胃炎同埋糜爛，冇幽門螺旋菌感染。由於藥物治療之後腹痛仍然持續，所以就進行電腦掃描，結果顯示上腸繫膜動脈撕裂 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issection）。病人入院接受藥物治療，8個月期間病情穩定，胃痛、上腹痛冇再復發。大家睇唔睇得出以上嘅病例嘅共通點？高血壓同埋食煙。陳仔貼士：第一，透過呢啲特殊嘅病例報告，我哋可以溫習肚裏邊嘅主要血管結構。主動脈穿過橫膈膜到肚裏邊就叫做腹主動脈。佢首先有3個主要分支，佢哋分別係腹腔動脈幹、上腸繫膜動脈同埋下腸繫膜動脈。腹腔動脈幹係腹主動脈第1個主要分支，佢好似一棵樹，再分為3條路：胃左動脈、肝動脈同埋脾動脈。第二，血管嘅疾病都會引起胃痛，雖然呢啲情況唔常見。第3，對於血管嘅疾病，尤其係動脈撕裂、高血壓同埋食煙係高危嘅因素，同中風、心臟病嘅風險相似。第4，血管疾病唔單止係動脈撕裂，仲有動脈瘤同埋血管炎。第5，對於胃痛，胃鏡檢查無法發現血管嘅問題，只有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嘅掃描檢查先可以幫助診斷血管嘅疾病。建議閱讀陳仔揾咗一份
1961年艾榮喺外科期刊發表嘅一篇腹主動脈嘅外科解剖文獻。親仔為咗準備呢次嘅題目，睇咗10幾份參考資料同埋特殊嘅病例報告。如果大家覺得有用，請 CLS 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各位。